你好，新世界24至25年度全年業績冇眼睇啊！無論主席點樣努力，年報點樣精美，新世界又虧損160億㗎啦！呢個對新世界係一個徹底嘅傷害。我其實有少少怪鄭家純搞到公司無論管理層係咪咁和諧，同埋資產都搞到一團糟，而母公司周大福又冇全力救子公司，錯已經錯咗啦。今天嘅業績無疑係為當天嘅失誤埋單，就算你點樣美化，只係盡一切嘅努力去修飾，但對於所有龐大嘅資產減值唔會有任何幫助。同意公司係正努力去促售資產去改善槓桿，但以往實在過於輕佻、缺嚴謹，同埋我好討厭呢個一次性虧損，根本冇人能夠擔保下一年係咪又係咁樣。公司嘅市值唔夠200億，只係有一個原因，就係市場已經對公司失去耐性同埋信任。要改變呢點絕對唔容易。我哋已經失去咗體育園，唔希望再失去 K11，否則我哋乜嘢都完蛋㗎啦。Sorry, it's DJ.